德和龙是热贡农区仅次于下琼的第2大山神，海拔4399米，距龙吴河东岸的铜仁第2大山德和龙山，山势雄伟，气势磅礴，是本地区人民崇拜的山神。它能给百姓消灾赐福，是嘉吾乡的主山神。嘉吾乡谢志聪坐落在阿弥德和龙山脚下，是有历史悠久、文化古老的热土。这是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土地，离铜仁县城东南部10公里处，总户数为138户，总人口721人。谢之玩校始建于1954年，于2009年搬迁到新址。学校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，校舍建筑面积1056平方米，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455平方米，生均7平方米，其他用房面积198平方米，运动场地面积390平方米，生均6平方米，场地完全能满足学生生活、学习活动等需要。教师队伍建设，学校现有教师11人，其中专任教师7人，同工同酬教师2人，自聘教师2人，其中女教师5人，中级及以上职称7名，全体教师具备相应教师资格，专业结构配置基本合理，师生比为1比5.9，利用公用经费的5%用于教师培训，教师培训率达100%。这是一支业务能力强、安贫乐教、敢于奉献的教师队伍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作风，工作成效显著，深受家长赞誉。学校设有7个教学班，学前班有29人，在校生65人，其中女生40人，1年级有19人，2年级有12人，3年级有10人，4年级有12人，5年级有7人，6年级有5人。学校设有图书室、书法室、计算机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体育器材室、科学实验室等7个功能室，现存图书1950册，生均图书30册，计算机35台，生均0.53台，各功能室仪器配备值达37578元，生均578.1元。校园网络等现代化教学设施为教育教学提供了更优质的资源。教育教学质量方面，按照国家标准课程计划，开启、开足、开好课程，落实地方课程、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，切实保证学生每天至少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，由学校组织，全体师生参与，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，进一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，增强全体师生的身体素质。学校以课堂改革为主体，深化教学研究和教学模式，教学方法改革，完善优秀教师开放课堂制度，引导教师落实学生主体地位，加强学法指导，提高课堂教学效益，推出一批创新高效的优秀教学方法，
和优秀课列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。学校教师不能在校内、校外任何地点、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给学生有偿补课，不能强迫学生参加社会上各种家教补习班，认真组织、扎实有效地开展课内比教学活动。每学期学校以教员组为单位，每位教师必须上一节示范课，由本组教师听课、评课，提出改进方案，以此来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。学校实行就近免试入学制度，本学年年初在校学生数65人，1年级新生全部达到规定的入学年龄，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%。学校工作亮点有：每学期开办1次家长培训班，努力创建家长学校；每年的6一儿童节开展以公平教育为主题的系列活动，其中书法是我校全体师生的最大爱好，并取得了优异的成效。为了改变学生不做作业的不良习惯，课堂问题及时发现并当堂解决为目的，进行课堂改革。每学期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。教师办公室设有图书柜，每周看守学生读书科，每星期3下午定为我校全体师生读书活动日。我校在上级党委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，办学条件逐步提高，教育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升。近年来，学校想方设法筹措资金，改善办学条件。目前，学校各项指标已达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各项指标。学校先后多次荣获县级先进单位、平安校园、成绩优秀奖、成绩1等奖、成绩2等奖等荣誉称号。按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实质，立足本土实际，积极思考适合本土。本校的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发展，理清思路，找准发展着力点，加强教师队伍思想建设，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抓好空戳保学工作，保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、学生巩固率达到规定标准，并积极拓宽学生素质发展渠道，进一步强化学校的精细化管理，提升管理水平，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有序有效发展。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载体，坚持德育为首，安全为先，质量为本，努力改善办学条件，以创建本地区一流的民族完校为目标，坚持以德治校、依法治校，积极创建平安学校，努力构建和谐校园。